新闻开始来看，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甲做假证等罪，被判1当2个月有期徒，昨逢假释通出来过年哦。昨伊离开家家的时，面对媒体伊无讲话，伊的太太是驶车来载伊回去厝里。在媒体包围之下，民进党籍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，把2大袋的个人物品甲册，伫找到暗时8点外行出高雄第2家，对媒体问的真侪问题，敢若一直讲多谢大家。谢谢哈，多谢大家。陈志忠因为洗钱甲伪证等罪被判刑1年2个月，在去年5月10日报道入监狱。根据了解，伊在狱中表现真好，这个月初申请假释通过，高等法院在初6下晡裁准保护管束。谢谢哦，谢谢。陈志忠服刑272天，在过年进前登去团圆，由太太黄瑞珍开车接送离开，两人拢无受访问。依照规定，陈志忠应该在出狱了后24点钟内向高雄地检署监护正式报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